根据基比核中心妇产部表示，目前6个女性都一个未生，其中受到不断老体影响的都有2成，有5成拢找不出原因，包括翁仔某拢相当无助。不过医生强调，现在已经会当对免疫学找出线索，嘛证实因为母体免疫力上强，会攻击胚胎，造成不断老体，所以进一步安排减免治疗以后，统计起来已经有6成翁仔某会当顺利生产。今天特别提到就是这个 HLA 的检测 ，HLA 检测就是去检测夫妻身上的自己身上所带有的 HLA 的抗原，然后我们去看它的相似性高还是低，就是根据刚刚所说的推测的可能性的话，高的话可能就会有带来后续反复性流产的结果。那如果我们看到就是夫妻之间的 HLA 的相容性是高的话，可能会跟他们讨论，然后看看要不要来尝试做一个减敏治疗。那所谓减敏治疗就是我们可能会从先生身上抽血，然后去做出一些离心过后做出一些制剂，然后可以让打在太太身上去做减敏的动作。那这个可能在国内外都有一些人在尝试这个治疗。那台湾可能主要是奇美医院有在做。那根据我们统计大概10年的数据，在高度的 HLA 相容性的夫妻身上，他们来做这个减敏治疗，大概有将近60%的人可以就是顺利的，就是活产带回宝宝这样子。根据这款资讯嘛显示，不断老体或者是未生，并不是单纯年龄，嘛有免疫力的问题。建议想要有新的翁仔某，会当寻求生殖医学科对免疫学的角度来检查评估，打造专属于个人有新的计划。咱的新闻，阮是林英光采访报道。